被告负责海岸管制区的案件、撇面走私等其他犯罪调查海巡署第4海巡队，其实嘛不时传出爱执行有人渡水的海上救援任务。对此，为了感念海巡兄弟的辛苦，同时撇面因地高温加上连日来降雨，容易生网滩的环境所影响，地基湾林美燕甲詹培雅牵线。台湾燕山国际自身事业发展协会甲台南在地保养品牌合作，推动了红蚌仔水关键公益计划。18号率先关乎海巡兄弟，由队长简日成亲自接下这批物资，让民温馨。第4海巡署这边，他们平常对环境的要求就是很落实的一个做落实啊，但是蚌仔嘛是会来呢，就基本蚌仔嘛是会来啊。所以我们接到第一资讯，就是说我们的盐商国际直系事业文化展协会，我们这个协会里面他就想说既然真的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赶快去做一个防护衣的，就是送给我们的这些弟兄。那这个弟兄在就是保护国家的第一线的时候，能够保护自己。预防胜于治疗之外，巡道清刷也非常重要。希望借着这样的记者会，由各位媒体先进散出去，让更多的爱。关注到基层的英雄，也提醒说我们台南市的市民能注意到登革热的来临，大家一定要备战状态。协会表示，这批天然环保、无含化学成分的红蚌仔水，拢是自工、手工所制作，嘛，予议员现场就提起来试喷。协会嘛强调，今日的公益行动就是一个开始，这个热天将持续爱心守护、传播关怀。给第4海巡队是一个起点，后来呢，我们希望呢 ，OK， 董事长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，如果各个单位有任何的需求的话呢，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系。该关键行动不只是协会持续落实公益的一环，更希望借此唤起大众对基层工作者的关心，或者点点付出的英雄，感受更加多温暖加力量。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